過呢一班魔術師咧，變嘅唔單止係一般嘅魔術，仲係為自己嘅生命變出新希望。魔術師何偉倫自細就被診斷患有過度活躍症，由學習、求職到社交都遇上過唔少困難。其實我自己學魔術都係因為係我細個嘅時候啦，有一次行嗰個公園，見到咁啱有個魔術師表演喎，咁我瞬間真係好吸引咗過去啦。咁之後好好就係當時我嘅學校都有位阿 Sir 啦，咁知道嗰時我唔係好識得社交，同埋唔係好識得有自信去表達自己。佢見我中意魔術咧，就鼓勵咗我上台去表演啦。咁所以就行出咗我魔術嘅第一步，就開始咗表演嘅時候，原來啲觀眾嘅掌聲、佢哋嘅歡呼聲係令你可以個人咁充滿自信同開心。你覺得魔術為你帶嚟咩改變呢？一個係揾到自己人生目標同意義啦，咁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啦。第二就係我本身都係 SEN ADHD 啦，因為其實以前我唔係一個識得同人傾偈社交嘅人嚟，咁但係因為魔術之後，其實好多人識得去同我揾話題，或者你個魔術點變㗎？咁我就會講我呢個魔術我喺日本學嘅，呢個魔術喺墨西哥學嘅，咁 which is 好快可能同人打開到一個叫話匣子，可以同人有一個話題去傾偈，喺社交方面改變咗我好多。從魔術中揾到人生方向，偉倫仲成立埋社企，推展社創魔法師的學徒計劃，期望透過魔術培訓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年輕人。你自己中唔中意魔術啊？中意嘅。點解呢？因為魔術俾我自信，都最主要真係自信，呢個係真嘅，係啦。咁同埋因為佢學咗之後，佢又會成日帶翻學校，可能小息啊，會同人即係啲小魔術都會同人分享下咁樣，咁變咗就多咗一個渠道俾佢同人溝通。好啊。咁媽媽，你有冇啲咩鼓勵説話想同奚希講？繼續努力，加油。魔術就係代表一個神秘同埋刺激性，嗰成日都幾好玩嘅。咁你最擅長係表演咩魔術？羅圈獻財，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中國魔法嚟嘅喎，你學咗幾耐呢？有成1個月咁耐。你覺得難唔難啊？其實要靠講嘢同埋技巧、手力就係咁簡單。咁你覺得學咗呢個之後，你有咩得着啊？我得到就係加強佢嘅自信同埋講嘢嘅技巧。作為舞台劇演員嘅我，好清楚現場表演所需要嘅臨場應變能力係非常之重要嘅，而且一啲都唔容易。究竟呢一班學徒魔術師係點樣克服同埋面對各種挑戰？轉頭返嚟繼續